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，今仔日第4届来排审着选罢法的修正案，哪里党团拢发出着加急动员。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4分钟，必要时延长1分钟。这位徐心莹都宣布时间尔引起反弹，为了让立院一当接受决定改做发言5分钟，一当延长1分钟，无疑误。第一位的苏巧慧委员发言。因为询答的时间是招委安排的，这是招委的基本。 民进党立委敢若是听无真，愈讲是愈生气，在混乱中会议才开始进行。今天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徐新莹在内政委员会的排案，国民党不演了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该审的预算、该写的作业，赶快来写好。 而不是急切的来排入争议性的法案。召委排案本来就是他的权利嘛，所以每个召委要怎么排，我觉得要尊重召委。民进党总是觉得自己是皇帝啦，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。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第4摆排审选罢法的修法，其中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，除了明确规定开始连续时间嘛，要求罢免的票数要比当选的票数较济。 和民进党强烈的主动，3个政党里面呢，没有太大共识的话，能够修法通过的可能性就不高。不过站在行政机关要尊重立法机关的任何审议案，我们还是会如期来说明。我们认为现行的选罢法相关的规定并没有自然难行之处。为了选罢法修正的草案，朝野透早就加急动员备战。 立法院搁伫会议室的门口加2支串，避免讲搁被破坏。虽然讲无具体冲突，因为超过60位委员登记发言，时间对同真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